枫桥清水。五一节前往苏州山里羊肠岭。山路下凌天路乘4路公交车到木渎高级中学下车，向前走200多米。公路两侧是慢行绿道环山步道。羊肠岭北面是风景秀气的天平山，南面是灵岩山大焦山，紧邻小桥流水的木渎古镇。到了劳模生态林，左转沿柏油马路朝西徒步。羊肠岭山路下两边是茂密的树木，春季杜鹃花盛开着，游人很多。疫情期间，苏州园林景区关闭，太湖东西山及沿线都不开放，观前街也空空荡荡，苏州人都到西部山里来了。苏州西部的低山丘陵也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观。苏州的山间还是一个天然的氧吧，沿着这条路向前走，可通向羊肠岭、五峰山，也适合老年人徒步。羊肠岭东端健身绿道出入口，木渎有白爬羊肠岭民谚，一直做事徒劳无功。眼前一潭清水，喂养天池，著名书法家吴进贤老先生题写的名字。仰天池西侧为仰天山，仰天山倒影池水之中，故名。四周环境非常美，说是森林氧吧一点不为过，呼吸舒畅，头脑清新，心情也愉快。绿道真是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继续往前走，觉得好深，走不到头。边走边欣赏四周的风景，发现前面可以上山的，上去了就是灵白县了。万人踩出来的一条山路，比较滑，比较陡，山上吸引了好多游客。如果大家喜欢，欢迎前来旅游，还不要门票。